失血弹场，该要屏蔽。观众朋友们，上期事情的播出以后啊，我们收到了不少观众听众的来信来电。对，李都讲，想不到你平台也有母语，还有这样的动人的故事。是啊，这些故事啊，把伊拉以人生的启迪生活信念啊。哎，李都讲，希望多做出一些这样有意义的话题，使李都更加了解平台，了解你平台意愿。是呀，所以今朝呢，我们还要给大家介绍两位著名的演员。啥人？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尹义琛、尹义之。现在在我身边呢，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著名的兄妹档尹义琛、尹义之。这位呢是阿哥尹义琛，这位呢是妹妹尹义之。
讲起这个尹一春、尹一枝兄妹两个头啊，我想我也不要多介绍了。这个交关听众朋友、观众朋友比我还要熟悉。那么今朝呢，只要请他来谈一谈，伊拉兄妹两个头是哪能会得走上平台艺术这一条道路的？我想两位尹老师给大家介绍介绍。应该讲，我平台呢还是蛮自然的，因为我父亲就是一个平台演员。对，大家晓得著名的台词有尹传庭先生。那么，所以你两家头呢，从小就是生活辣平台世家里向。那么对平台呢，一点也不陌生，是吧？不是眼睛也好了去学的，蛮自然的，就是好是平台。个人。对。那么听说讲，那从小就是讲，还没踏上这个书台辰光，自家屋里向就得邻居朋友就开始读书了，还是这样上去。从小就欢喜搿个。那这个出课书是哪里两部书呢？出课书嘛是杨乃武三八菜。因为当时光父亲的这个湖山头的朱一鸣先生，还早伊都是楼乡画师。我的都是世家门的。那么浙江呢，也有一部浙江的书，湖山呢还想补一部三线。那么这样样子呢，你父亲的三线呢，随他朱一鸣呢画的。画子嘛，你两人而且刚刚开始跟矛盾，所以你第一呢就是好指杨乃武三八菜。实际上像三线这个书呢，人家也蛮少，从小呢是听父亲的。对。哎。那么讲到这个出码头呢，我想出码头是交关辛苦啊。特别那个拿年纪比较轻了，是吧？这个出码头辰光，根本是上手背椅子，下手背琵琶了。搿点呢，你阿哥再跟我不干，随便带老大，下来你琵琶中一枪，椅子中往我水里入，因为椅子轻，琵琶松。是的，从迭能桩小事体了，我也深深感受到这个阿哥对妹妹这个感情。是吧？所以呢，我下去相信哦，那两个人搿能样子40年的风雨不散，搿能样子长期的搭档，这个兄妹感情走了下去对不对？你对我喊我对你还个样。好。那你两个人搿辰光出码头的辰光，我们总归3饭拨你吃。那么有些来你也整理搿部杨乃武三八菜搿个书出版了啥么？你们就是坐辣海子想，我们就3拨你吃。侬做后勤工作了，还会得你打衣裳。对个，两位尹老师啊，听了那刚刚介绍啊，我有个深切的感受，就是觉得讲两家头，那艺术上向的追求啊，下去刻苦，而且这个对艺术的种目标也比较一致，要追求个比较高的，给大家做上这个艺术的境界。特别呢，杨乃武小白菜这部书上向，阿拉觉得好像更加那个体现的一种追求，是不是？请那两位啊，跟我们观众朋友介绍介绍。那么杨乃武书呢，你兄妹两家头侪蛮欢喜的，因为搿部书顶海的地方是离讲大理的书，没硬上的。那么艺术设计过程当中呢，如果觉得有硬上的地方呢，自家会有感觉。搿部书打得交关哈。那么像杨乃武三八菜搿部书呢，的确我作为我来讲，我也蛮欢喜。我应该是我杨个三也听过，也学过，但是我还想搿部书的感情特别深。为啥道理呢？因为我觉得搿个一部书啊，就是说很有的研究头。那么再讲呢，你兄妹两家头呢，从搿个讲过去搿个杨乃武个担当书搿担当搿个分量是不一样的。那么也变成共双当书呢，的确搿个里向呢也也分开。那么假使说两个人的分量不牵扯开的时候呢？那讲美食相会的讲是拥有杨乃武构筑的文章，啥里么巴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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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么我们觉得好哟，这样一来嘛就没事体的。那么所以你不采中堂呢，还是搿个讲究。所以辣整理搿部书的辰光呢，你是拿所有的凡是对杨乃武的书信发展，导致你的艺术性的处理安排有用的么子，你全部侪追过来。追过来以后呢，就放到你的书里向去。所以你这个美食相会特别长。像你个美食相会特别长，而且呢，你美食相会个唱片，像我三八菜一个人唱是大概3000多句。三八菜是比较复杂的一个人物，所以你不能够用一般的就是讲唱开篇上种唱腔去处理一个角色的，所以你呢想得比较细啊。那么我呢也是想过，像美食相会里个杨乃武啊，你其实侪是作水，你三八菜对三八菜的对话闲话啊，许多侪是。在高呀，高的，越真越高。你为啥在你周水呢？你个周水听众动人，希望三八菜上当，
对，三八菜上至大门呢还透露真能量，所以观众还是很希望。因此，杨乃武人物在这个密室相会当中啊，应该处理人工、作秀，不是真的。那么这样一来呢，三八菜的真人对杨乃武的作祟，所以客观上也是蛮能冲的。你的杨乃武但没是个势力啊，不可。而且经常有血流出来，因为杨乃武作祟嘛，当然会得露出尾巴来，露出尾巴来就变人工。所以你呢就经常偷说这些问题，哪样子来测书人、测什么来伤害你的事？对，特别是这个严一之老师作为一个女生，参加到这个密室相会当中去了，就丰富了女生唱腔这个声部。原来侬担当一个女生唱，毕竟发现一个女生唱的到位了。所以严一之老师啊，侬也搞到了杨瑞高场了。那么李外来呢，我们请观众朋友啊，一道来听一听严一之老师唱的。杨若英高唱，夫人，夫内答应的。
晓得，严一之老师呢擅唱，而且呢，伊属于呢自家去创造、去创新。大家晓得呢，伊最早是跟伊父亲学艺，后来呢拜台视名家钱丽芳，后来呢又拜到杨振宁先生门下。那么伊自家呢，在唱腔浪向呢，拿语调、技调加起来，推出了大家非常熟悉、非常认可的奇语调，那么观众当中呢享有盛誉。那么那个当中呢，哪能会得进搿能个是创新？我想我讲才是白讲，还是请两位尹老师来讲更加贴肉。因为杨乃武部书里向三八菜思想情感比较复杂，尤其辣美食相位一头，所以尹一做了处理唱腔的辰光，你不仅是从技术上讲起来是语调，技调，甚至于为李丽君老师，为几好种首戏曲么子摆进去，因为你唱歌对戏曲在研究，对，那摆进去，而且那个摆设变化很大。伊这个语调呢比较严白，那么你哪里水里进行改这个语调呢？有各种各样摆设，有快的，有慢的，有简单慢唱，有三摆，各种各样摆设是设三八菜的一个人物戏来创造出来，所以这个创造出来呢还比较自然的。我觉得呢，就是说，一创造一个新的流派呢，不是说我这个男子一上出来就定了了，我要创造新的流派，不是说我定位性质的能够去达到这个目的的，而是说呢，辣不断的实践它自形成当中，慢慢间吸收既美艺术，再加上做拿这部书的唱词作为我们发展曲调的一种载体，这个样子呢，才能够使得那个曲调是非常自然的来形成。以前呢，有种老师当我讲。这个开始启蒙的辰光，就讲我们要学的东西应该是因随自为，声音要根据这个字眼，这个就是老师个叫字正腔圆。你根据个字，你去唱那个腔，这个是绝对是一个真理，对的。但是我后来再看之以后呢，我感觉到应该是再进一步的，就是讲去发展力呢，应该变成因随行为。如果是你一个片子里向，一档唱词里向，一个曲调里向，你离开这一个形，你就可能就会得格格不入。那么所以呢，来了这个创作这个曲调过程当中呢，我是设计是很多摆设，根据三八菜当时这种复杂的心情来这个，那么这个样子呢，就可以使得这个一个曲调丰富起来，使得三八菜这个人物呢。不是一年到要哦哟，哎呀，这个各种形式，你还是能够淋漓尽致的表现。那么我就觉得自家有啥个牛吧。对个。听了这个尹次老师介绍啊，是我想着是一个问题，因为大家一直讲了，外国的歌剧呢，唱声为主，要声音达到啥个几个哈一些，中国不对，我们中国戏曲唱声，对吧？要声情并茂，声音要好声音啊。那么刚刚听了尹老师讲了，我更加的深切体会到，侬辣塑造小白菜营养上对种艺术浪向苦苦的追求，是吧？这个确实是下去不容易。那么留下来呢，谢谢大家欣赏严一春、严一之老师两位对唱的《喜儿已记有幽人》。莫相会，一应情，不问身去，一人生。慢慢一个儿是家心心，一个儿伤心，一个儿曾
个味深深昨夜白菜卷狼行似水就飞身，一个味是情，一个味气水拉也拉，一个儿家下做灯，一个味翻译情是不行。他们也是种好比那妈妈桑桑心走亲，喜儿已经有新这个耕耘呢，回来了收获喜悦。那到上个世纪的70年代的末，当时还很年轻的严一春、严一之这个两位营商到上海来一出啦，受到上海听众热情的欢迎。这种欢迎的程度啊，现在可能是看不到了。那么哪能呢？还是请两位尹老师啊，给大家介绍介绍当时这种情况。当时你到上海演出呢，应该讲你从思想上来讲，其实相当重视。因为上海是只大码头嘛，那么所以你也不轻易来的，不是说一进到了上海，不出去，东做西做，东做西做，不是。你是每年的4月份，总归4月1到4月30，这个一段辰光，总归是你两个人，而且规定到了上海城有市场演出。那么据说讲，拿到城有市场辰光，据说哦哟，个观众对那是非常的欢迎。讲有种观众啊，为了买那个书票是隔夜要排队了噻，这个哪能事体啊？一个演员的成长是离不开观众的，听众非常爱护三倍。如果你年纪轻来，对，你都还像有一点成绩啊，你会非常兴奋，非常捧侬的场了，所以这个呢，实际上是观众对你的帮助。上有辰光是还的，往往是热书上1/3上子了，门这一放偏板着，
听他要吹吹的，你这弄懂呢？但你听要吹吹啥的，你你书当中出啥毛病啊？后来你要叫晓得了，你躲在外头去跑的，也跑到门在山上的了，年纪都70岁关，压力像中班，或者是啥个新妇儿子啊，来这里跑的。啊，我调班头。跑到地上还毛2摊片，如果1摊片一毛，1摊片是片1个礼拜了。哦。但看来确实当时光这种。这个队跑起来也跑到后头，搿叫啥了？凤仪路。凤仪路。凤仪路。这个一年秋之后，伊来我到搿个陆经理讲，我你喊侬门开让到里向来，真叫好4个里呀。搿个羊外头叫狼的来羊里向，我之前也等坐了海跑，一跑到门在山上9点钟，再买2摊片子。是啊，现在的观众啊，可能不晓得，我得介绍一下。当初讲个秦园市场，就是现在满地大修对过美龙镇广场这个地方。对。所以刚刚尹老师讲，排队排到凤仪路啊，是有这个一条小马路浪向。那也1008位置的了。蛮大的。蛮大。那么这个，我看有种这个，好像上批说的要观众项目了，这个一般还不大有。你在行上修趟，也没思想准备。因为你这个书结束以后嘛，那么陈有上一个马的拉起来结束着，那么大诸位我一道再见。结果我的一个听众1个都不走，也是拍手嘛，那么哪哈呢？那么这个经理讲，快点，侬拉开来，要下马了，看上去要下马了。那么再拉开来。我现在你那已经下气子，嘛，我说银厂，快点上来讲，我说那么2没这样子呗，少天，我还来小马呀，那么不是里有2担马的嘛，这2担马一担包了海嘛，我想去裂开点，我想娘呢，所以我你当时间拿只皮包去裂开，那么我下头个大头巾上最上来嘛，靠一个纪念品嘛，我高头上块那么弄不成，这个块带几10年子，开不开？就是个只皮包开上一句，就是为止这个项目了想出来的。那么是唯一一个听众呢，估计19年以后呢，我们手最碰上一个听众，就讲个一只家人，我讲哟生这个听不上海都讲的是，就讲个我这个家。这个毛病嘛，为了哪2家头的？哎呦，我得一吓，我想也来害你也背上，一下比身子夸张。我说哪能会得为你2家头讲？你看我呢是辣上海街区工作的，那么搿一天呢，正看到陈有生是最数，搿天是面试老真人。那个迭位数我才为哪能不能够放弃？我已经听了介许多日脚了，天天下半日请假出来了。那么你讲我再有一天非要赶得去不可嘛，我车子来不及赶了么？你讲我看见一部3轮卡。这个3轮卡呢，拉开嘛，我海里停一停，那么你得肯打我的，你说打我到上海是啥体？我要去听书，那为了打了路浪向呢，发车子，这部3轮卡出错误了。一出错上一上嘛，你把它丢下来嘛，书没分听上嘛，将嘛丢下来。那上结果8千里，但是呢，听众对你这个热情啦，这个真的是你应该说是终身难忘的。2蛮多开，你都对你这个你发出来，对，所以是这个相对的，所以你呢还特别认真。我你都对你个要求高，所以你呢还属于对自家要求高。对，以上个面孔去，今年是搿搭开书，明年也落搭开书。逐步拿个书再也调整下，再弄下。那么所以得了码头上哪会得一时到这个预测是吧？2位尹老师长期合作，40年拼档，从来没分开过。但是据我晓得，曾经有过一趟出现了一只小的插曲，啥个事体呢？请林老师给大家介绍介绍。那么你还刚好。就是讲东海开的分工都要在里去。那么整个头天人收了一代，你到处都红火了。那么我想花边的慢慢分开的，以前为一只插曲了。你到上水头之前。前头为一个头天，等至半年，个头长想出国的，要喊我这里插档。那么你2家头不能拆开。为止不插档，只有个头天发灯抬出来。那么后来嘛就到上水头。搿趟是等于部队来这得去嘛，有辰光部队叫眼黄了海，还是了，那么我还不新鲜的。穿军光用啊，对吧？那收了台上设施嘛。
你们就对我眼多多，我也对你眼多多啊。所以搿桩事体当辰光相当紧张，还比较伤心。我有些来为啥？搿桩事体分农人工，我是当后要带支部队里去。哦，先讲那花多少？南京路上中国展想馆已经有张大文化的展品，拍子花、前头花松我不在一起。对。那么我当后了，材料了，全部在去着。那么几个头长嘛，才和讲，上海演出，因为是新的中片方向盘嘛，出山以后，门部队讲，拿我反而门部队接过来。再加税了。那么啊，搿么上海西呀，但是台浪向，我会得哪自家会得哪个，一个坐在台浪向，设数回高头去看见阿哥，因为等眼里出的呀。因为我说搿个副队长还打飞考搿眼啥子去考呀？搿个三考两个三考副大搿个牛义去的。我是一趟三一趟。看来伊拉兄妹两人感情确实是非同一般，所以到现在为止，伊拉离开苏台，两个头还一道到苏州平台学校，为培养新的平台事业接班人呢，共同辣辣努力。这个最近这个两位尹老师啊，又做了一场交关让大家觉着眼睛一亮的事体。伊拉呢，金庸先生这个《13飞虎》这部小说呢，要搬到平台的书台浪向去。这桩事体呢，请两位老师介绍介绍。今年的2个生意，我的妹妹的一关方面人一直在香港去帮忙金庸先生。那么你们大致一个3样去的，放给金庸先生听。那么金庸先生呢，会提出2个要求，所以对得非常。金庸先生呢是一个非常会口称的中人长者。风气的。现在你读来说呢，你讲我相当考完。那么你看我同意你读书，而且再同意你读。作为平台学堂的教材。所以同地发言。一分呀里啊发言。你读神仙2部。所以一趟里的收罪来呢，那么你学堂呢就特聘你为学堂的用教材。是吧？那么你们再弄这个13飞虎的一头书，你切子一头，说给你听。这个金庸先生坐了下头听呢，这个听得蛮激动，你来出眼的。听这两位尹老师介绍，我呢先听为快，让大家欣赏一段两位老师合作的13飞虎的片段。研究平阿斯，康熙19年生人的，毫不苍醉的又被小卡在里说出来一声婴儿的啼哭。联动大牙后一代高些，打个临门养下来个牛爸爸，养子儿子在不得了噻。所以卡在里向常常我就喜气洋洋。介绍有一个人不大开心，我讲了那哭，啥人嘛？他卡在里像一个小猴子，现在把了在我给没狗子。后一段时间经过在我给听见哭什么觉得奇怪，我养儿子你哭点啥呢？打进去一口没一个东西啊！你是谁呀？你口嘛好多要来着，不能哭噶。我们是爱他的山后小猴子。叫什么名字？我们姓平啊！大家才叫我们阿四给，我叫平阿四。从小3个哪里的嘛？才叫我哪里的阿四给。等候的课，做啥课？好痛呀！好痛呀嘛，真的难听。你快讲。不对，好大哥啊！我们来讲给你听啊。原来平安是屋里向一家3口嘛，侪是爱搭乡下的个人。4年门前，爷家只给他的当房财主叫财主，5两银子。不晓得4年下来，里浪滚里翻来翻去嘛，但今年也为了40两噻。上2年天财主侬也害得去，说哪说法？40两银子呢还拨我，10个是来不还拨我是我们了，是啊？你拿那个家主麻拨我，这样来了那马基文书浪向靠一个这头银，随手得来银5两，切，我也哪肯答应？
不答应嘛，不里头一顿都打得了死去活来。要是这个，也没让我走去，到高山去商量商量吧，用个无兵之计。现在就是黑个，你走去商量，商量孩子帮我回应，但是呢，我这本来3日天的辰光，3日天如果室内再不帮我回应，我讲不还人子的手嘛，不客气。我也抢他那个娘子，我也烧他那个房子。我讲已经年要加比赛，那个物业为我40两不让便当，40两为要翻一翻比80两，也没办法。回到屋里下嘛，山高头黑了一袋，好的痛苦。要到底是儿子啊，看上去娘要在我不认真，根本哪办法呢？你家是一死，这个早水流到那女子身上想，你看上去到3岁子也去做一世个上工，你都为不清爽。你家过得没快，今在才第3日。哎呀，是一想要娘了，屋里向那喊了孩子，看上去是也我不认这位，想走去吧，给他地主不答应，上去呢，因为给他地里向今在忙不够呀。娘子3年了，孩子呀，一夜3时，一夜到午，心不然你们怕了他看谁他2只屋们，不拉地主苍苍，几日光们门啊，怕他了孩子。你想想看，我家是今在再不走去，爷娘的性命也不是讲，是俺了我那里可以啊。好，后一代听得人出起来，口闹啊！口闹啊！少来句呀，少来句！你一计杀人，按后一刀又刀杀你呀！哎呀，我办不开，为啥？我都被人家压害了。如果办开了，对我事体，别个再想不要紧，你屋里的事体别个动力把柄。小兄弟，我给你100两分银，我不能100两银子。那么呢，为他40两，为60两，你带带你10两，公众70两，你都要为第啥生意个？拿这个70两银子做个本地去做生意去，从此最实在主动力量去讲，你大可好。我倒相信，算不着。不我100两银子啊，骗我给，我是本来想身边这个10两银子走去到爷娘为一个强强生日嘛受灾，咋怕我哭啊？没顾虑，个呀！小兄弟，莫一时了，你不要抵抗，与我小让这么一笑，哪晓得出家？那是死了吧？别个仔细一想嘛明白了，什么时候你100两银子，我一份拿出来，你等了，对有求子，自家房给你单一走，拿得来只报告，里下有5只牛掰，1只牛掰20两，放在你门里，小兄弟，1两3次。什么事？说的1日银子哇！你不还说哇？哎呀，可是实刚说起来，我爷娘有举着哇！介绍不够深水去挪呀，哥哥，是不我的我也不大相信，根本我今在个说3亿倍啊，做人工。把个罗狗来这里百姓上下摆一摆，当你当好一脚，扎一把拎起来，屁股上轻轻脚一脚，傻小子，还不与我快滚！两位尹老师啊，应该讲哪个艺人呢？在世界上达到一定的高度了。可那为啥呢？想到不在世界上继续实施，而要到平台也要去做老师呢？实际上呢，搿个还是一种事业的事业。那么当时因为你还有点具体的一些情况，那么作为你来讲起来呢，你在学堂里向去还蛮乐意。为啥道理呢？因为你觉着
你辣辣年轻搿个辰光，能够拿自家的一些经验呀，去改本就活活一代，也是值得的。再讲呢，自家呢也可以定下心来，侬前头一头，侬就辣辣搿舞台浪向的一些经验，大致将军，那么总结。对，作为艺术那么总结。那么搿个创作啊，那么另外么写论文啊，是吧？培养青年啊。那所以现在江浙沪搿点平台头个基本浪向搿点青年演员，侪是你学堂里向的毕业生。对。所以你就看简历多个成长，蛮开心的。对。再讲呢，辣辣学堂里向呢，搿个艺术教育呢，还是一桩非常有作为的事体，应该是。也有得你发挥你这个余地。所以你辣辣艺术教育浪向也可以去总结一点经验啊，为后来人呢也可以留下一点物事来。那么因为那两人搿种辣艺术浪向不断的探索，即使到了平遥以后，还是搿能样子孜孜不倦。因此，最近我听到一个好消息，那两位呢被评为江苏省非物质遗产的传承人。那么听说讲，㑚会办了只传承班，我要想拿这个事业继续的传承下去。对。邢老师啊，我听说侬有不少这个作品啊被选为平遥的这个教材，特别是侬的一段代表作。恩是恩来，情是情。对，杨乃武戏曲。好，那么我们呢，再请观众朋友一道欣赏严艺芝老师所唱的代表作《恩是恩来，情是情》。为什么只有家？
通过今朝我们的两位尹老师的谈话啦，我们充分感受到伊拉对平台事业的一种浓浓的情谊，感受到你到兄妹之间浓浓的情谊，感受到伊拉对学生的浓浓情谊，对观众朋友们浓浓的情谊。我们衷心祝愿两位老师青春永在，艺术上青。白老师，哎，来，那上周讲的呢是私定日之一，今规定。今朝来准备加入哪一位定呢？今朝，你向听众们介绍神称飞彩玉心灵张云林。说起张云林呢，跟上一期的金规定一样，还是共治共生。啥么子叫共治共生啊？共治共生，你一直平台讲一句好。这个意愿是平台世家出身，叫共治共生。哦，因为你个父亲和你个阿哥侪是平台议员，而且是很有神奇的平台议员。父亲呢叫王翠琪，阿哥叫王志武，你叫张云林。不对哇，啊，爷拉哥才姓王，你哪姓张的呢？啊，哦，姓杨姓。姓杨姓啊？不是该啊，你本大姓王，阿哥叫王志武，你本来叫王志奇。可哪？那么原来结婚之了，你找女婿怎么叫上门女婿？上门女婿那么从这老法的，上门女婿呢要改女高姓的，女高姓张，这个叫张云定。哦，这个张。不过那个学艺呢是从小跟自家父亲的。哦，跟从小开始凭父子上当啊，就去艺术实施的。哦，是啥个诗呢？哦，有的父子两个的为这个诗多了。玉心亭。哦。双之峰。白若柔。双金亭。为白若柔个后头，专门讲小青青跟这个青若柔。嚯哟，会得是这样些事啊？对个，不容易个。张云定呢，跟着父亲学上了不少本事。从带领后来适合玉心亭叫大有合之。哦。那么父亲工作之后，大哥王志武平当。阿哥呢，那平台艺术上下也是悄悄等一个好角色。还是学到了很好的本事。这个用你内行闲话来讲了。张云定脑师吃得非常重，对个，营养好个。那么原来阿公公司之后呢，又出去一个人是担当的。担当啊？担当嘛说得难呢。我担当说得啥都好。哦，还个。所以呢，那个说是一大特点，是个挖口。挖口。啥叫挖口呢？可是你平台设施风格当中，大概分为两种。一种叫方口，还一种叫挖口。方口呢，就是这个议员啊，不管哪种场合，哪里的观众对象，那个失血代唱了，基本上是不变的。对个。虽只比较矮白，但是呢，那个演唱视频了波动不动，一直能够保持了这条线上去。这个叫方口。挖口呢，这议员啊，根据不同的场合、不同观众对象，台上向临时我选择血团和调整的叫挖口。那么张先生的挖口了，又是不爱说错的。说错么哪对？说错万一爱说错的了。哪对呢？说错嘛，因为他不流动管。不流动的，马上背出来喂。当然不。这么听众们讲，这个为张先生只不我了为什？谁也说得比我个这个。结棍个。对了是啊。那么你还可以放两只李血团给你听听呢？可是我不会。不是我不会，现在大概能够学会张云定先生血团不大有的，那个血团阴血、郁闷。老美个。但是我可以讲桩事体不来听。好个。通过这桩事体呢，你可以晓得各位老先生的性格特征。那么你快点讲呢？有一周了，你来你上海的市场厅演出，是6万的，也不是送来进去的嘞。一个听讲了我就讲。搞啥呢？说张先生失血的一场，样样在个，可惜啥？这衣裳不可取。一年都要找个就半新不旧的长衫。张云定听见之后不想，去马上就出光一身新长衫。第2日开始之前了，你拿件长衫去铺了你熟悉的椅子上下。那么辰光到，你不出场呀？不出场么2天卡也接个了。为啥后期说是那些新先生好熟悉的？那么张云定听见之后呢，
大伙去讲，所以你去关这两个听课啊，你都不是来听我诗歌，看我们新上山的。哦，现在呢，我们新上山忙得来的，关那个椅子上讲，让人都口唱诗，我再说诗歌。哎呦，这个啊，音乐，那真的是音乐，可不得了个。哦，当然，你适合牛心定了，哎，并不是单单讲学团了。哦，不对只对是个。要是一个闲话真理。哦，语句没多脱个。哦，思路欧化的巧妙合理，甚至一回看一回。哦，可是一定还听的。比方说，牛心定当中有首诗，云房菜籽。我晓得。一般演员说到搿头诗了，再到龙堂诗，哎，一边而过，是呀，是彻彻歌唱。但张先生说到搿个一头诗了，哎，当肉头诗。哦，真的啊。到搿个一头诗，非得听家会得深，你的女听家才会得动起来。哦，哎，真不容易。哦，不容易个，搿来先生个底本是真不容易个。而且假使也记得个。好，你比方说呢，金龟生啊，沈君清啊，哎，还有三师堂、金东娘娘，哎，搿点角色是难去过。哪怕是搿种底层角色，寿眉先生胡瞎子，哎，为个龟毛部。谁要一个干府龙仪，个个在什么水分，岁岁是生。哦，各位老先生真是不简单呀，不容易个。家中事一代张云定。失血得产功地深，他女医精妙是阴血，非才心灵与民。搿赖先生真是还本事个。这讲的还本事是学生子不得了哇。当然，那个学生子侪是相当有名的。哦，有一年，以前上述平台头老女人叫钟玉嬋。哦，还有一年专门唱文诗的冯小青。还有一位名气更高响，啥人？人人侪晓得。啥人啦？你认得个？我们认得啥人啦？江调的唱诗人蒋玉嬋老师。不对不对啊！你自家讲的，蒋玉嬋先生不是专业人，哪会得是你呢？周玉嬋先生本当年是张云定的阿哥王子宏。哦，那么蒋玉嬋先生呢就是张云定。那么后来呢，蒋玉嬋老师再去歌舞堂把周玉嬋。哦，啥个啥事？把各王师兄为先生。所以讲蒋玉嬋老师既周玉嬋的学生子，又是张云定的学生子。还明白了？明白明白。哎，那我晓得着。晓得着。白老师啊，今朝是我也晓得一位老先生的故事的哇。那么下周你就没讲罗一位先生呢？我一句啊，我就你来讲平台讲个上流新歌，从我举个只要听到先生啊好，好的，好个。那么白老师啊，你无忌再会。是为